这个原本昏迷躺在医院的男人却突然凭空消失。原来在都警察准备将他灭口的时候，他已经醒了，趁他不备逃出了医院，躲在他的车上，持刀威胁他说出杀害郑某的真凶。都警察拿出录音笔，证明真凶其实是都议员。吴巡警立刻抢走录音笔逃离。他拨通秀月的电话，请求他帮助自己抓到真凶。这时都议员来到卫生间，秀月立马毕恭毕敬。都议员试探他是否知道吴巡警的下落。原来社长当时在都警察的行车记录仪里发现了吴巡警拿走录音笔的事。都议员承诺会给到高额酬劳，让他帮忙解决好剩下的麻烦。前女友找到被停职的金组长，将调查到的线索告诉了他。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了都议员，金组长叮嘱他要谨慎行事。秀月安置好吴巡警，他将都议员才是真凶的事告知了秀月。看他一脸淡定，明白他已经知道了真相。秀月告诫他，以目前的证据并没有办法给都议员定罪，而最重要的人证都警察也已经死亡，现在所有的嫌疑都指向了他。郁闷的秀月想到自己的艰难处境，拨通了都议员的电话。随后社长带着手下们出现，都议员也来到了这里。吴巡警气愤秀月的背叛，质问都议员是否杀害了郑某。都议员并没有正面回答。秀月抢走吴巡警的录音笔献给都议员，都议员抄起高尔夫球杆对着吴巡警一顿暴打。一旁的秀月都不忍直视，但这其实都是他们的计划，目的就是让都议员亲口承认罪行。前女友在车内听到里面的动静，也忍不住想冲进去，但如果现在上去，一切就前功尽弃了。吴巡警满脸是血，依然坚定地说一定会将他绳之以法。都议员终于受不了了，大喊那个女人就是该死，那么想知道真相就去下面亲自问她吧。终于等到都议员亲口承认罪行，秀月一脚踹飞他。手下们听到动静进来查看，前女友和同事也制服了看守的手下们。秀月不敌社长的助手，都议员被救走。奄奄一息的吴巡警请求秀月不用管他，一定要抓住都议员。秀月追出去，再一次被打倒在地。这时 K 出现了，轻松打趴下了助手。都议员见形势反转，立马跑路。K 堵住他的退路，秀月拦住了他，决定亲自和都议员算这笔账。随后秀月一记重拳打向了都议员。K 看着秀月的改变，也很欣慰。这个男人的身体里住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格，一个是溜须拍马的警察，一个是除恶扬善的疯子英雄。而这个疯子人格竟然将秀月的钱全部捐给了儿童基金会。秀月知道这个消息，立马冲到银行，看着自己账户余额瞬间崩溃，要回自己的财产无果，以此威胁 K 现身。K 却并不在意。秀月哭诉自己辛苦存下的钱，一招就被他败光。秀月房租也付不起了，只能搬回妈妈家。K 一直和他形影不离，就连洗澡也在一起。秀月再也忍受不了了，和 K 谈判，既然两人要共用一具身体，那就必须分工合作。白天是自己的时间，晚上就是 K 的时间。身无分文的秀月前去娱乐场所索贿，拿到钱证，暗自得意。晚上 K 就砸了这里，还带走了账本证据。秀月气愤地找到心理医生，他实在忍不了了。医生建议他辞职接受治疗，担心他的人格已经彻底分裂，这样身体迟早会垮掉，到时另一个人格也可能完全占有这个身体。秀月听到这话，害怕的不知所措。吴巡警和秀月都不约而同的来看望小女孩。郑某弟弟很感谢秀月抓到了真凶，但秀月对他过分在意保险金的事不满。他解释是姐姐生前就嘱咐过他，要是他发生意外，一定要去领保险金，好好照顾自己的女儿。他也是遵守对姐姐的承诺。秀月将郑某给女儿留下的视频放给了小女孩看。小女孩看着妈妈的留言，想到和妈妈一起的幸福过往，泪流满面。这个男人每天凌晨就捧着花在前女友楼下，并不是对她念念不忘，而是他体内的另一个人格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这时前女友给他打来电话，疑惑他为什么每天都送花来，不明白他到底想要做什么。可以听着他的声音害羞不已，紧张的只敢用短信来回复。前女友感到莫名其妙，气愤地挂了电话。他突然接到组长的电话，得知都议员在狱中被刺受伤，应该是毒贩想要将他灭口。前女友担心对方还会有后续行动，提议立刻将他转移，避免夜长梦多。转运途中，押运车却突然被撞翻，一个神秘人出现，将都议员和其他警员杀害，而前女友是唯一的幸存者。都议员和押送警员都身中10几刀，而前女友并没有刀伤，连夜押送也是他的建议，所以不免有人怀疑他的动机。前女友想到那时迷糊中他看到了嫌犯的身影，但那双眼睛让他感到不寒而栗。秀月和 K 因为前女友的事不断争吵， K 坚信他是冤枉的。看着无动于衷的秀月， K 恳求他救出前女友，到时他愿意消失。秀月打开麦克风说自己一定会救他出来的。